究竟乜嘢嘅生活咧先係最過癮、最逍遙咧？我有一次咧見到咧喺一間酒店有個咧後生仔，佢做嘢好勤快，好有禮貌。跟住我問：咦，你有冇咩夢想啊？會唔會想創業啊？跟住你知唔知佢答我咩？佢嘅夢想係想躺平。其實咧躺平咧係必須要咧經過幾個要求。你係一個低物欲嘅生活。何謂低物欲啊？唔會亂咁買嘢啦，唔會話 iPhone 出一部新你哋就走去買啦。呢啲叫低物欲生活。好啦，你就要計下究竟我一個月咧要使幾多錢咧先至夠過活咯喎？唔翻工嘅，我講緊係個真躺平嘅，完全唔使做嘢嘅。究竟點樣先能夠可以維持到生活咧？咁如果你係躺平，你係同屋企人住，咁你基本上係唔使使錢嘅，老豆老母又會煮埋飯俾你食嘅，甚至有工人去 serve 你嘅，咁你個生活咪好簡單咯？你使嘅錢亦都好有限喎，係嘛？咁講緊係低物欲啦，即係你係完全唔使使錢啦。可能咧一個年輕人咧幾千蚊佢已經係夠一個月噶咯喎，甚至可能更少添。咁我真係識咧有個年輕人咧，佢係完全唔做嘢嘅，講緊係畢咗業差唔多有1年。都冇工作，咁咧佢之前咧就做過一啲散工，跟住咧佢都依然係可以過到活喎。哇，咁好奇怪啊！究竟呢啲我哋可唔可以稱之為廢咧？咁我覺得每一個人咧，佢都有自己選擇自己嘅一個生活方式。咁佢唔做嘢，咁你咪由佢咯。咁係佢父母擔心啫，你唔使你擔心噶嘛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咁我哋呢啲成年人咧，其實咧你每一個月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嘅使費咧起碼6位數。咁你呢個6位數，哇，其實你要去維持呢個6位數嘅生活咧，其實係唔容易㗎喎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一般人咧，其實就算你兩公婆加埋揾10萬，你都依然係覺得喂生活好似好困苦咁，亦都好難話喂佢低物欲啦。可能一年你去3幾次旅行，咁嗰度係起碼都使10幾萬。你結婚好啦，你兩個人生活都還好喎，生埋小朋友，你一個係使緊600萬喺香港，咁國內一樣啦，都係依然係要使好多錢啦。咁你生個小朋友又要俾個補習，又要呢又要路，係嘛？你又想去讀國際學校啊，甚至唔讀國際學校啦，咁佢都要買玩具㗎，細個嘅時候，咁啊一路大下，哇好多錢要使係嘛？又要補習，又要呢又要路，咁所以咧其實結婚咧真正唔該大家三思而後行。喂，一個人生活咧，你覺得好過癮喎，係嘛？亦都好輕鬆喎。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我3個人生活、4個人生活，可能你個重擔就好大咯喎，係嘛？我有2個小朋友，一樣係使好多錢，所以咧我真切咧嗱，可能呢啲咧就俾人禁播啦、限流啦，因為呼籲人哋咧結婚之前咧要三思而後行。好啦，我呼籲嘅就係話咧，如果係一啲年輕人，你係諗住選擇躺平嘅，咁你都做少少 freelance 啊，維持自己生計啊，係咪？咩叫做財務自由啊？其實你都得㗎，年輕人係嘛？你嘅財務自由就係話你嘅被動收入大過你嘅使費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可能你每個月使8000蚊，咁你搵1萬蚊返嚟好未啊？跟住有2000蚊剩嘅，咁你咪攞嚟投資咯。咁你話10年後？